大家好。好。我就今天大家拢安尼花枝招展啊，有没有人没有穿的啊？我们先检查一下，里面没穿啊，不是说外面都有啊。好，来，这次晚会的主持人啊，就是由黄副理，还有我，还有刘副理跟我们的王副理啊，我们四位一起主持。那等一下，我们总共有4个游戏，脸刚被烫还有交换礼物，还有就是我们的那个造型比赛。那我们先请廖总来为我们致辞一下，掌声鼓励一下。掌声鼓励。大家晚安。晚安。小分的没吃饱，大家晚安。晚安。台北人很总去传销，所以没有办法跟大家共度圣诞晚会。那希望大家今天玩得愉快。好，谢谢廖总。那我们请苏菲亚张副总。